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10月2日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新闻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增加2个本土病例，病毒量增加，应该是旧案。第13轮的预防下 ，AZ 会当透 BNT， 将一人取消第12轮，要等后一轮。但变为罢免案，明仔载要登票，今仔日罢免甲反罢免的商店拢在邮票。美国总统拜登伫 CNN 的电视节目顶头访问到中国发动攻击，美国敢会防卫台湾？拜登明确表示：A， 美国对台湾有承诺。新闻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咱国内有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也有6个境外大病疾病的案例，并无死亡的个案。其中这2个本土病例拢是伫家人，也过因的 CT 值拢真悬，病毒率拢真低，应该是旧案。若富邦金控的董事长蔡明兴对美国返来了后去话着，即马确定是为着调查病毒，目前伊也伫隔离治疗。国内新冠疫情增加2例本土确诊个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2名确诊者拢来自家人。16461例是1年级30多岁女性，长期伫台湾工作。10月2日因为工作需求采检自治确诊。16462例是本国籍50多岁女性，2日因为有陪病需求采检。同一天全身全线确诊，CT 值33.2，特地做的是个案16461例，捌做过2剂高端，16462例是伫10月中做过1剂 BNT 疫苗。传染时间点就是在5月下旬的话，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接种任何的疫苗，那已经遭到感染的话，那其实也不用再针对这一例是不是突破性感染去做研判。那现阶段我们还在做疫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2例本土病例病毒量拢真低，研判是旧案，对社会威胁应该真低。家人市府也开记者会表示，这名1年级的女性看护平常时伫厝内底照顾雇主，无特定公共场所行踪。16462例伫8月中了后，为新北3重埔刷甲家人中正区大，平常时拢伫厝内。只有10月15陪男性朋友去新北市几啊间宫庙参拜，19去宜兰的庙拜拜，已经可能到店去拜拜的朋友总共9个人。10月13号，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他是曾经到过松山的奉天宫，11点到11点30分是到台北府城隍庙参拜，下午的1点到1点半，是到新北市的深澳碧云宫，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是在罗东的安阿给餐厅用餐，下午的1点半到3点半，三星的感恩宫参拜。另外，最近1礼拜境外移入基因定数结果出来，5例正式感染Delta变异株，其中16448例是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兴。进前富邦金贸发布重要信息，指挥中心也感谢证实，伊伫5月、7月拢做1剂 AZ 疫苗，是突破性感染。对各自还是尽量就是不要谈到名称了哈。不过确实，你讲的大概这个基本上大概是对的，应该说隔离治疗中，那病况稳定嘛哈。英国最近传出大规模感染叫做 Delta Plus 的 AY4 级变异株。指挥中心表示，目前 AY4 级变异株集中在英国，传播率可能增加10%到15%。国内天气变化是不是造成疫情传播更较紧？但是中讲目前拢爱细致，不管未来是不是降级，拢爱更较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是规模上大、上界复杂，咱国内第12轮预防针今仔日开始注射。为着要确保过程顺利，台北市已经规划讲Moderna伫诊所做 ，AZ 伫花圃做 ，BNT 伫病院做。今日头一天，民众是感觉无啥问题，拢真顺。那第13轮的预防针，政府即马中央规划讲，按算头一档做 AZ， 第2档会当做 BNT， 会使揽咧做。台北市长郭文铁今日就批评中央，讲才开始做 AZ 尔，就宣布讲会使揽咧做。真侪人选敲电话要取消，要等后一轮，嘛批评中央有影是咧共创治。甲苹果单甲证件交互护理人员做核对，所来依照顺序坐伫诊所外的椅仔等叫号。虽然外口天气10个冷，不过会当就近伫诊所做莫德纳第2剂，民众感觉真方便。非常方便啦，像我们年纪都大了，不要跑那么远。诊所比较多啦，那选择性比较多，但是相对的在挑的时候。就很容易额满。大部分的民众是很喜欢在附近就打完，因为他花的时间很短，可能30分钟就打完了就走了。可是你到大型接种站，
到医院去，可能要半天才可以出得来。新冠疫苗第12期第一阶段注射20日开始，而且三大厂牌同齐注，其中台北市规划莫德纳伫诊所注 ，AZ 伫花圃，注射量上大 BNT 伫台北市医疗院，因为注射时段选择较侪，而且还有安排人力引导，民众大部分感觉安尼规划无啥问题。很顺畅，而且那个医护人员还有那些护理人员都相当的好，他一直跟我们解说的很清楚。就大家这样顺序还蛮好的啦，其实等不会等太久。因为各厂牌新冠疫苗陆续到货，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是讲，预定11月初第13轮疫苗会开放全年龄注 AZ 疫苗的人，第2期会当换注 mRNA 疫苗。整体要的混打哈，是跟大家报告在下个月哈。因为疫苗的供应的情况哈，预估的情况哈，应该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量能的一个提供。只是换注无共牌这个消息一日出来，即马传出台北市已经未少诊所有接到民众希望取消的电话。今天才开始打 AZ， 就你今天宣布说要混打，我都不晓得你到底要整谁啊。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是讲尊重专业的考虑，不过这个时间点宣布有淡薄怪怪。若做取消医药到底影响偌大，都要听候日拢注射才会当知影。记者综合报道。那针对预防下的不良通报，伫台中今仔日新增加3个注射疑似死亡的案例。根据卫福部的统计，伫9537件不良通报内底，18岁至50岁有4561件，占了一半。民进党的立委何志伟就认为讲，这些人拢是少年人，无就是中年人，是家庭重要的经济来源，所以伊是建议爱修法，说预防下注射急难救助金。这部分，卫福部长陈时中讲伊嘛认同。国内一直咧拼提升新冠疫苗注射率，不过台中市伫新增加3例注射疫苗了后，疑似不良反应的死亡个案，其中一个是38岁少年的女性，自案高端第2剂了后死亡。卫生局尊重家属有防注射受害救济意愿，并且协助收集相关的病历资料，送中央来审查调查这个死因。10月2日接种高端疫苗第2剂，10月10号出现严重痉挛高烧情形，经就医检查疑似心源性急性心肌炎，10月16日死亡。另外，注射了后出现不良反应，也有一个单身性，8月初打注射头一剂疫苗了后，9天了后开始发烧，过2天了后拢唔知人，病院也开列病危的通知单，关门关头前行一逝，互伊感觉是真恐怖。如果第2剂打完又是一样的症状，那我的家人该怎么办？提出什么申请？就是救难补助金这样子。现在有领到救难补助金了吗？没有，完全没有。根据统计，到10月19为止，疑似疫苗注射了后严重不良事件有4876件，死亡的案件也有912件。另外，伫个9537件通报的案件内底，18到50岁族群就4561件，占将近一半。民进党立委何志伟就推出修法，希望正式疫苗注射急难救助金。第一个就是要救难金额必须高于现有的这个急难救助金3万以上。第二个要救急，那第3个要救家庭现在目前大部分应该都属于时序的关系因果关系还没有做相关的一个鉴定。那不过呢，对于在施打疫苗是一个公共卫生的事件，能够对施打人有不适有什么医疗的状况能够予以补助所以我们也是乐观其成。何志伟强调，疫苗不良反应是科学，而负起家长的经济是社会学。和民众得到需要帮助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义务。这阵草案已经得到多位跨党派立委的联署，送入立法院审议。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高雄城中城大火造成46个人过身。今仔日是举办联合公祭，总统蔡英文有去念香。高雄市长陈其迈冒向罹难者的家属致意，讲伊会检讨。今仔日，咱全国嘛降半旗表示哀悼。总统蔡英文一路致意加入会场，日早起城中城火灾举行罹难者联合公祭，总统亲身到场念香，短暂停留了后离开。行政院副院长辛荣珍、罗南代表高雄市长陈其迈带市府团队向罹难者念香致哀，慰问家属，场面是严肃哀切。向罹难者致以深切鞠躬。
城中社大火造成46人罹难，其中包含3名新住民，其中2个已经归化中华民国国籍，一个有居留权。市府表示，家属已经陆续来台奔丧，会全力协助。有2组的家属分别在19号跟21号已经抵达台湾，那所有的相关的访视跟整个后事的治理。那高雄市政府包括机票、住宿等全权负责，而且我们采取1对1的协助的方式。伤者部分目前7个人伫个加护病房，一般病房15个，已经有21人出院。管的钱部分有2亿3000多万。市长陈其迈强调，公祭过后会针对制度修正进行民督式亲自检讨、深挚的检讨，来让我们的城市能够更安全。那相关不管是在我们制度的修正，或者在执行面的落实，或者是在调查的过程。总统府行政甲立法院在内，也有全国各级机关学校，以及落半旗一天，向城中社46名罹难者表达上深的哀悼。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伫8月中的时有掠到一只渔船走私154只有品种的猫仔，因为有检疫的问题，尾啊这猫仔拢互安乐死，引起议论。高雄地检署调查了后，甲幕后金主也有冲突的凡是厂负责人、牵线的中人，计共有9个人起诉，嘛请法院甲因判重刑。头日日拢无讲话，互人移送地检署复讯。穿白衫的查甫人是已经离职的海巡队员张丰毅。今年8月中，高雄地检署调查渔船走私名贵的猫仔，发现以过去的工作经验，牵线接单，委托4个朋友改造顺发886号渔船。全程中站来加装冷气，改造适合运送活体动物的空间。幕后2位主谋是台中渔业公司的负责人陈商家，也甲高雄燕巢经营繁殖场的林正良。负责提供资金的金主、从事宠物养殖经营的业者，以及3名规划、联系、改造密仓的共犯，检察官并对被告等人现请法院从重处刑。高雄地检署警察总结，依照涉嫌违反定地走私条例，对2个主谋、船长、船员在内，拢总被告9个人提起公诉。前海巡队的人员呢，也涉案其中，简直是不可思议哈。所以我们呢，希望法官呢能够从重量刑，甚至未来呢，应该再加重刑责哈，才能够有效杜绝这种非法走私动物的这种行为。当初出声抢救无检疫品种猫的动保团体也落检不法集团，互人判重刑。检方表示，2位主谋无用正当的方法赚钱，输运大陆地区无检疫品种猫数量达到154只，也可能造成国内防疫的漏洞，危害动物安全，而且影响到宠物交易市场的课税公平，所以建请法院判重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中第2选区立委陈碧桂罢免案，伫明仔要登票。今仔日罢免甲反罢免的双平，拢在对选民发声咧有票。学者是分析讲，伫2020年陈碧桂选赢严宽刑了后，当地哪里的生态已经改变，所以这届罢免案敢会成，情势真复杂。透早4点对沙拉出发，对天未光行到天光。台湾基进党立委陈碧桂继续18点钟行路的感恩之旅，对着罢免案已经表达深切反省错误甲不足的所在，并且希望选民会使互伊更加多时间为台湾来服务。我会尽全力，在大家还对我有期待的时候，留在这个舞台上，留在这个位置上，继续为台湾服务。另外，选区总部之工是继续伫沙拉良井大道乌里武峰来争取支持。发言人 Max 表示，希望第2选区的民众会使勇敢拢出来投票，展现台湾的民主意志。不管支持还是反对，都应该要出来表达你的公民诉求，因为这是民主，而且只有台湾才有的民主，所以我们一定要勇敢地表达出自己的诉求。国民党甲基进党主席选前1天也拢到台中来催票，双方是互相喊话。长期违反民意，每天在立法院只是想要搞所谓的统独或意识形态，这不是台中这个选区选民所关心的。朱立伦朱主席来到这边，感觉像是催票，但是其实他是透由这个罢免的过程里面，让中二选区更加的撕裂。
2020年第10届立委的选举，单票为15000外票之差拍败新旧连任的严宽恒。这摆罢免案台中第2选区的投票人数是294976人，必须要73744张的同意票，并且同意票要比无同意票较多才会通过罢免。有学者认为，罢免案是对大义候选人评断腐败，不是选前的演长赛。罢免投票了后，无论结果是安怎，未来情势更加复杂，各党提名人选拢会更加谨慎。罢免结束完以后，我觉得下一个问题是说，你国民党要提出谁？那当然也许是严宽恒。那当然同一时间，民进党也会提出他的候选人。那民众党后面也是积极之追，他可能用空降的方法，也希望来占得一席之地。所以选情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单票为罢免案，23就是投票日，结果会安怎，就看这个选区的民众最后会做出什么款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单票为罢免案，明仔载要投票。对2016年选罢法修正了后，罢免案头一个成功的，红罢免成功的是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了后桃园市议员王浩宇嘛红罢免成功。所以咱国台罢免提案就是一个接一个。学者是认为讲，要成案真简单，建议要修法增加罢免成案的条件。选罢法2016年年底通过修正标准了后，对原定的双利益制降低为即个同意票比无同意票较多，而且同意票比选区总人数1/4以上较多，就是成功。头一摆适用的就是2017年的立委黄国昌的罢免案。罢免黄国昌，国家更健康。2017年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因为支持同婚立场，和反对安定力量提出罢免。投票结果，同意票将近5万，是无同意票2倍以上。不过因为同意的票数无达到1/4的标准，而失败收场。立委罢免案到即阵总计7案拢无成功。虽然2009年头一摆被罢免成功的是韩国瑜。深深的感谢这89万市民朋友一鞠躬，谢谢。韩国瑜罢免同意的票数是不是超过当初当选的票数？加最头一位被罢免成功的直辖市长，这摆罢免成功也引发一系列政治效应，并且出现报复性罢免。罢免韩国瑜隔天桃园市议员王浩宇就被指长期来抹黑造谣，和反对的团体来发动罢免联署。2021年，王浩宇正最头一位被罢免成功的直辖市议员，山来2届高雄市议员黄捷罢免案，民进党内部烦恼出现连锁的效应，拢来支持，也让黄捷罢免案以无同意票比同意票较悬来收场。不过罢免提案无因此来停落。除了这要投票单票为这个案件，立委林统做罢免也进入第2阶段连署。学者认为，这种的罢免已经欠少明确的理由，大部分以喜爱也是讨厌程度就在成案，建议修法增加罢免成案的条件。就是他多少理由啊，可能都没有什么限制嘛，然后门槛又降低了。如果还是要维持罢免的话啦，就是说有没有办法就是提高提案联署的门槛啊？学者蔡家宏认为，以国外来讲，罢免案其实无多，亲像美国有其中选举的制度，互选民来做评量，现行公职人员的任期是不是可能缩短，也是方向。不过牵涉修宪，成功率无大，应先由修正选罢法才开始做，若无罢免案伤多，也耗费社会成本。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基隆一群行经记过，交通部长王国材伫今日表示，相关的路线想要来经营，想要来换，最近会对外说明。若第一阶段的工程，北渡到南港是要开425亿。即马是风声讲，交通部毋望新北市政府比照新路线同款来负责起嘛负责经营。这部分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准讲定案会全力配合。基隆一月兴建计划案路线一直变，一个拖到30年。不过，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最近都会有结果。经过台北市、新北市甲基隆市3个市长参详了后，拢认为基隆捷运应该要深入社区，才会当服务大部分的民众。所以，一个开始是希望甲代替合作会，即摆路线阁优化，袂阁甲代替港位。把新北的系东线跟基隆捷运做一个整合，类似新吴线的这个2个方向的分开哈，一个到东湖，一个到南港哈。那目前是觉得这样的方案会比较优良。交通部表示，原先规划甲代替共用通路，即马确定改变路线。第一阶段工程南港到北渡段差不多拢无甲代替做伙，会甲捷运民生十指线的10东段甲基隆捷运整合做阵，总经费差不多425亿。
但是第二阶段8度到基隆，爱看营运的状况，规划基隆捷运代替2个选一个，即马还未定案。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连做基隆捷运由新北市行政营运，伊愿意负担责任。只要我们定案了，中央所做的决定，只要是为了我们所有大台北的发展，我们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就会全力去承担。以早捌批评基隆捷运是骗局的台北市长郭文哲态度也是无变，讲基隆捷运这个议题是骗局。不过基隆市长林右昌颠倒讲，即马基隆捷运是有史以来上有进度的阶段，很有进度我相信最近应该就会有好消息，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柯市长不要见不得汐止跟基隆好，柯市长没有办法解决的内湖交通问题，都可以因为这样子得到疏解。从轻轨变捷运，如果你现在要路线要改变的话，离开工的日期还非常遥远。骗局升级以后只是更大的骗局。但是第二阶段8度到基隆出现代替捷运未当共线这个问题，林右昌表示，目前有真侪方案，无论是平面高架3线还是双线，代替甲捷运整合，各种方案可能性拢有。未来方案提出了后，还阁由专家评估，并且甲基隆市民做伙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若停赛日拿批火车改优好，伫明仔阁要起行。也毋过代替的产业工会是讲，伫测试的阶段，因就发现车身会摊起，通报顶时拢无人要处理。针对工会指控，代替是表示，只是看起来起起尔尔，强调讲这车辆拢有经过完整详细的检验、修理甲试运转，安全无问题。经过年半修理，代替上有代表性的列车拿批改优好观光列车，10月23礼拜六重新启航，提供逐工一班次往返屏东枋寮甲台东，由乡仔旅游独家经营。不过代替产业工会却表出，列车车体好亲像有出去的情形，恐有行车安全记录。这个车辆其实有倾斜的问题，台铁对于同仁的反应态度却是消极的。在试航之后有量测那个车体倾斜的部分，但是因为明天就要首航了，似乎还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改善。将问题反映给上级，竟然是零处理。不只是安尼，代替产业工会搁表空，屏东潮州吊车场进路后地机故障，员工通报3个月也无改善。这期代替只是将行车安全做考核。代替交日下晡发表声明表示，故障的进路后地机只是辅助显示设施，未影响正线行车甲日常吊车控制。伫10月29会修理好4个所在，其他会伫11月全部修理完。另外，车体出的问题，强调拉皮列车是无共款型号车厢变做的，天气热台时阵出现车身无对齐现象，强调车体出厂进程拢经过检修甲真侪摆试运转通过。这蓝皮列车连挂有2种车型TP32202跟 SPK 的32800。那2种车型它的那个下侧的结构形式有一些不一样，所以连挂起来在视觉上看起来就会有倾斜的错觉。搭配改优好观光列车首航进程，标出车身会出，恐惊行车安全记录。代替强调安全无问题，不过香菜集团真低调，无愿意为代替背书，讲车体由代替负责打造，是不是安全无问题，由代替全权负责，无愿意加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作家陈柔进顶一日伫淡水的中正东路2段骑脚踏车，互外送员去弄着，不幸过身。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新嘛讲，伊伫前一阵嘛捌伫同一个所在同一位出车祸。伊批评咱台湾去年车祸死亡有3000人，受伤的就50万人，这是真歹看的世界纪录。交通部是回应表示讲，第2日就邀请新北市的交通局也有警察局去现场会勘，赶紧想办法改善。新北淡水的中正东路2段是到淡水市区甲三芝方向的重要大路，就算不是上下班的用路时间，车意外是真多。而这路段是采用混合车道，就是汽车、机车甲脚踏车共用的车道。现场会再看到机车甲大车斗阵伫行，也是真危险。另外，作家陈柔进进前伫遮骑脚踏车，互外送员弄着死亡。这边机车道跟可能人要那个一般脚踏车我要插过去是可能有可能的。
行政院政委张金新也讲，家己几礼拜前也捌伫同一所在发生烧弄，并且指出，台湾去年车祸死亡3000人，受伤达到50万人。老实讲，是真歹的世界纪录，尤其是车祸死亡人数超过8成以上，是骑脚踏车，还有骑机车，也有过路人。另外，混合车道更加常常发生汽车去弄到机车，机车弄到脚踏车，脚踏车弄到过路人。就赶快去改，其实这个东西可能有的只是简单的标志、标线或者灯号。或者潮化的方式，哪些人是比较属于危险的驾驶？新北市统计，今年1月到9月车祸案件造成38人死亡，7458人受伤，甲过去同期比较小可减少。交通大队指出，主要是6月到8月，因为疫情严重，车辆减少真多，不过最近车祸有增加。汽机车跟自行车，包括慢车，都可以在里面行驶的一个状态之下，那变成说，为了闪避前车或是想要超越行驶的话，就会容易发生这种擦撞的情形。交通部26日要求新北市交通局、警察局这单位会勘单流前发生事故现场。行政院28日要求交通部就未来全国性罚款道路计划，加上交通安全改善指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好莱坞拍片的现场传出死伤的意外。这是一个查甫演员亚历鲍德温，伊伫拍电影的现场，甲道具枪摕来耍，写着摄影指导，嘛写着导演。这是造成摄影指导过身，导演即马受伤大病院。为空中看瑞拍片现场已经互黄色警戒线围起来，边仔个几多台警车伫现场，关警大力做调查。这个拍片意外发生伫美国新墨西哥州电影《Rust》的拍片现场。根据警方调查，今年68岁好莱坞男星艾利·鲍德温伫用刀举枪的时阵，割下着42岁女性摄影指导哈钦斯，甲编剧兼导演的厮杀。虽然拍片小组紧急甲重伤的哈钦斯用直升机送病院急救，也毋过哈钦斯由于伤甲伤过重来死亡，而送去另外一间病院的导演是受伤在救治。艾利克·鲍德温捌因为甲史恩康纳莱做伙演出猎杀红色的10月，并甲真有人气。也毋过后来因为杀掉演第2集，又个传出对看守家暴，一度无啥人气。一直到2006年转做笑话演员，演出影集的超级制作人，才豆豆恢复人气。这轮意外，警方搁要调查，道具亲是毋是装了真正的枪支，也是拍戏时间的空拍，互人放着火药啊，才真做真正的武器。目前相关人员拢也未对艾利克·鲍德温提出相关的诉讼，希望爱等待警方调查意外的原因。国际新闻台是董平英。继续关心，美国 CDC 正式通过讲要做第3档预防射，增加保护力。不管是前2档是做啥物款牌子的预防射，民众伫第3档的时，拢会使家己决定是要做辉瑞 BNT、莫德纳，也是胶性预防射，要安怎套揽拢无要紧。伫全球各国做完完整疫苗的人愈来愈多了后，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日暗时表决通过，完整做完莫德纳甲胶性的新冠疫苗的人会当对家注射疫苗咯。当同时嘛，头一届同意包括辉瑞、莫德纳甲胶性疫苗这3个厂牌会当伫咧注射对家疫苗时阵互相搭咧拍。The FDA also amended the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s to allow for each available vaccine to be given as a heterologous or mix and match booster dose.Meaning that someone who completed the primary series can receive a different vaccine product as their booster following completion of the primary series. 专家小组已经把这份建议交予 CDC 主任华伦斯基进行最后的审议。华伦斯基了后接受建议，批准即时开始注射2款疫苗的对家疫苗。上庆伫美国时间2日，超过3900万已经完整做完2剂莫德纳疫苗，加将近1300万做完1剂胶性疫苗的民众，都有资格去注对家疫苗。另外，有将近14亿人口的印度，为了加速提高疫苗的注射率，第一，正做伫中国了后，第2个达成注射10亿剂新冠疫苗的国家。It is certainly a morale booster, particularly since we went through a very turbulent second wave in March, April, and May, and there was a lot of uncertainty about our vaccine supply chain at that point in time.专家预估，印度到2021年年底，大共要注射超过1200万剂，才能替所有成年人做完完整的疫苗。
因为疫苗供应无够 ，WHO 世卫组织日议嘛向后礼拜特别召开的 G20 20大工业国家峰会领袖发话，呼吁已经达到完整注射率40%的国家，要赶紧实现承诺，对疫苗无够的南半球国家加速管疫苗的行动。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来关心伫喜马拉雅山区接发生冲突的印度甲中国，最近伫这几个月是哪会谈哪伫主权有争议的克什米尔、拉达克是周围派阿兵哥而且藏武器。印度又搁放调讲，伫今年年底之前要引进俄罗斯的 S-400长程防空飞弹，要来对抗中国的解放军。印度媒体记者坐军车亲至克什米尔东部的拉达克，由印度军方控制所在。沿路因看到机动雷达车甲155毫米榴弹炮，甲这种自厝大战到服役的40毫米防空炮。And we have established our core airspace control cent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forward area, and we have enmeshed ourselves with the field formations, and all our assets are now totally integrated with the field formations. 事实上，印度空军的主力差不多全部沿北部边界摆开阵势，来自俄罗斯的 Su-30甲米格29战机，甲多位法国买的标风战机，也有美国阿帕奇武装直升机、C-17战略运输机，或者用将大型的重武器直接运到喜马拉雅山区前线。不过，印度议员宣布，伫今年底进前要引进俄罗斯的 S-400防空飞弹，因应未来解放军战机的空中威胁。在空军战机以外，印度也将美国製155毫米大炮送去前線。印度甲中國媒體進前就報道指出，解放軍已經伫喜馬拉雅山區前線部署上新型的155毫米大炮。這種火炮除了以傳統方式引力操作，也透過遙控發射精準導引炮彈。印度甲中國為去年熱天的邊界衝突開始，都一直是拍拍停停的狀態。中方要求兩邊的部隊撤回原來相駐基地，和印度拒絕。印度認為以衝突所在拉達克超過4200公尺的海拔，若衝突擱起來，印度要為海拔加真濟基地出兵去前線，困難度比駐在西藏的解放軍懸正濟。不止拒絕撤軍，也閣加派重型武器到迄個所在。公視新聞徐家仁報道。歐盟領袖峰會日開始伫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這個國家關心的是，即馬全球的能源直頭咧起價，官人佫特別到位，要安怎面對能源大國俄羅斯？這是現此時歐盟的成員國上界要緊要義的代誌。这位下令美梅克尔最后一摆以德国总理的身份出席欧盟峰会，和会场看起来像是梅克尔毕业典礼。各国上界重视甲注意的也是天然气的介绍大起，甲俄罗斯要求开通北溪二号管线，因为各国政府甲民众爱开钱，这是上实在问题。que l'on peut prendre sur le plan national pour tenter de protéger autant que possible les ménages, les familles, mais aussi les entreprises. On va aussi travailler sur la capacité de coordonner mieux nos actions sur le plan européen, même s'il s'agira là probablement 对着这个全球能源介绍清关，供应欧洲相当比例天然气需求的俄罗斯是有真关键的地位。为着要来闪过这个有介绍争议，后来又爆发军事冲突的乌克蘭，俄羅斯設計對波羅的海直通西歐的路線北溪1號，並且在進行完工延伸範圍的北溪2號。俄羅斯敦促歐洲各國，特別是具有領導地位的德國，會使同意來開通。根據估計，開通了後，每年俄羅斯輸往歐盟國家的天然氣有超過1成用對北溪1號加北溪2號直通各國。不過，俄羅斯方面的提議也拄到袂少的反對力量。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 strategy has to be to invest massively in clean and renewable energy because this is energy that is reliable because it is produced in Europe and it is the future. 除了以环保为诉求，反对尽量采买俄罗斯的天然气，部署在欧盟的美国，加单着要加入的乌克蘭，是认为讲俄羅斯推銷北溪1號、2號管線是有另外想法，目的是要西歐來加重對俄國方面能源的依賴，減少對烏克蘭的支持。公視新聞徐家琳編譯。来關心美國總統拜登伫 CNN 的電視節目頂頭訪問到中共發動攻擊，美國敢會防衛咱台灣？拜登是明確表示 A， 美國對咱台灣有承諾。對此，咱外交部表示感謝。這個代表台美之間有機會進行聯合軍演，也是更加進一步的軍事合作。這部分，咱國防部長許國正講，伊攏樂見其成。
美国总统拜登伫美国 CNN 的电视节目中接受民众询问，对中国热足攻击台湾，伊面卡表明，美国对保卫台湾有承诺。白宫发言人随后也强调，基于台湾关系法，美国对台政策也甲承诺无改变。外交部表达感谢。外交部，我们感谢拜登政府再度重申美国对台湾的一贯承诺。我国政府我们会持续的加强自我的防卫能力，同时我们也会跟美国以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来深化合作。外交部表示，中国的军力扩张甲挑战行为已经使美国加愈来愈侪民主国家正注意。未来台美是不是有机会联合军演，也是更加高层级的军事合作？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讲真欢迎。自己的国家自己救，有任何其他不管是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团队，对我们国军建军备战，还有对我们国家国防安全有利的，我们都乐见其成。那这是个良机。联合国大会2500号决议伫要第25届满50年，国务院亚太副总监华自强参加华府智库施行座谈的时阵，直接呛明台湾一直无法度参加联合国的活动，都是中国错误使用2500号决议。To us, the reason is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misused Resolution 2758 to prevent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And in doing so, I think our view is that Beijing is deny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ability to gain from the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hat Taiwan offers. 外交部强调，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500号决议，敢若处理中国伫联合国的代表权，并无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伫联合国的体系代表台湾。搁较无提起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故意滥用这个决议，外交部表达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爱重视中国这个做法。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讲，创党的主席江平坚是调查员出身，这是引起议论。施明德甚至佫表示讲，美丽岛的辩护律师谁毋是特务。捌做过美丽岛事件辩护律师的行政院长苏贞昌讲，伊清清白白会当接受检验。针对这风波，促转会伫下晡有开记者会，表示袂使听谁讲，就来论断历史，讲谁有罪。立委黄国书线民案继续伫民进党的内部议论。前主席施明德指出，总统主席江平坚是调查局出来引起论战，包括驻日代表谢长廷也甲江平坚的家后拢出来否认。不过施明德煞来表示，应该讨论的是美丽岛辩护律师谁毋是特务。施明德的家后陈家军讲，美丽岛辩护律师除了尤清、李团成，拢应该合理怀疑是国民党安排的特务。我一生坦荡，备受检验，可受公平。当年也是美丽岛辩护律师的苏贞昌自我背回，因为美丽岛事件坐监的前副总统李秀莲是开直播分享伊以往甲国民党特务过招的经验。前几天伊去档案局调阅伊过去互人监视的档案，虽然监视者的名多少，不过内容互伊真心寒。从咨询人员与被咨询对象关系深厚，交往密切，可深入目标核心。这句话真是让我心寒。即马民进党内部真侪人，互咱讲有政治背景，针对一系列风波，促转会召开记者会说明，强调无评论个案，也提醒外界袂当以考据历史评论任何人是毋是有罪。目前监控档案开放申请计划已经有163个人申请，不过针对档案牵涉到的情报来源公开，也佮犹太部会中间达成共识。现在因为不同的机关对于法律的解释还没有能达成共识，依法我们恐怕也没有办法直接这样公开。促转会也规划明年5月进前提出促转条例的修法建议，对个别体制加害者、加参与者的责任以及处理方式，会设立专项处理。另外，为了达到转型正义修复也加和解目的，也纳入修复式正义的精神。对于主动坦白承认也加回失的加害者，会当有免责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咱来关心台北市进前是爆发国小咧写的写字谱啊有毒有味，这是引起家长的关心。毋但安尼尔，即马阁有调查讲，囡仔咧用的白膏啊、签字笔，在 TVOC 的浓度拢超过标准，所以要提醒家长嘛爱识字，囡仔咧用这物件时爱保持通风，才袂危害健康。用彩色笔画图，幼儿园的囡仔咧画图，可能数字过量的综合发生有机物，
室内环境品质学会甲王占乡公益进图上新的研究指出，幼儿园常常看到蚊菇是室内环境当中 TVOC 的主要来源。奇异笔，或者是马克笔，或者是白板笔。另外一个就是白胶，我们所谓的树脂，那它是另外一个我们发现相对在 TVOC 的浓度上面比较高的。环保署室内空气品质标准 TVOC 一点钟平均爱比 0.56 ppm 较细，比 WHO 的 0.261 ppm 较放冷。研究团队将蚊菇放伫密闭空间，分别测量开挂5到30分钟了后 TVOC 浓度，结果由成绩一比浓度上悬，开挂10分钟了后有138.37 ppm， 超过标准247倍。白板笔甲麦克笔开挂30分钟浓度是 67.25 ppm 加 55.35 ppm， 比价超过64倍。会担心，因为小孩子还在成长，然后他们使用的时候，我也会比较注意，就是尽量不要让他们用那种气体，就是味道比较重的笔或者是文具这样子。TVOC 超过标准，较轻是过敏，较重会增加致癌风险。教授表示，幼儿园爱保持通风，该用避弹式文具，千万唔通互囡仔双手抹满白胶。而且进前实验也发现，使用清洁用品甲增加彩绘环境也有 TVOC 的存在，大人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中医药研究所开发清冠1号食的汉药来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即马调整药方开发出，予重症患者食的清冠2号，药期咧行，药效嘛真好，会使减少重症甲死亡率超过5成。我们在清冠2号里面呢，减掉了5个药，增加了一些这个去支持身体、改善呼吸循环的一些药物，所以这样子呢，形成一个新的处方。国内开发清冠1号口服中药，成功治疗21个新冠肺炎患者，伫后尾东南亚销路真好。即马国家中医药研究所已经改处方清冠2号伫要上市，锁定重症确诊患者。因为在临床看到有效果以后，我们在实验室里面使用清冠2号来处理，可以看得到对于胃栓塞的这个动物造型的表现，有不错的一个成果。改良版的清冠2号经过上百组临床实验对照，加入支持身体功能药物，初步分析会当予重症患者减少一半死亡率，会当有效改善肺纤维化、肺脱气这个病情。清冠1号是主要治疗轻症甲中度的患者，临床会当降低80%的患者转入加护病房，也是插管。国内实际使用效果如何？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有答案。那清冠1号基本上都治疗过，我记得是100多人了哈，看起来对于重症的情况还不错。那不过确实在治疗相关这种的研究事实上是要有一个比较横平的一个比对。陈时中是讲，虽然清冠1号目前看来效果袂歹，不过因为台湾的案件无算济，无法度直接比较，必须要有真济治疗数量。只是若做正效果好，唔若讲会当降低成本，方便性往会大大提升。记者综合报道。第二个消息，镜头来台南，有400年历史台南的南山公墓，是全台湾上界古早的古墓区。进前台南市的民政局打算要开发土地，这墓仔埔要安怎处理嘛引起讨论。即马有公民团体是发起联署，希望全区保留。南山公墓范围有95公顷，地面的墓至少有5万门，是目前上大嘛是上早汉人墓仔埔。文资处甲4位专家来到现场勘查，公民团体提报的古墓，包括李定元、228受害者林茂生、黄本彦等等，拢是台南历史名人，也是因祖先的墓。这个墓主后代拢无赞成甲墓刷走。这是阮来台湾出世的头一代甚至阮的祖先，阮来开始做所以讲，我希望讲，会当甲保留起来，莫甲震动。除了真济名人，也有清代六姓的立门墓排列全部留落来，嘛真罕见。进前民政局打算要开发部分的土地，引起反对的意见。公民团体发动联署，反对迁墓，希望把这个全台湾上古早的汉人墓全区保留。这次因提报的49文，话是内面，话是外口面所以这部分分散的范围非常的宽，所以阮是按算分做5个梯次，来进行现地勘查。为了这个利益，要给人家做宝贵的墓来迁走，阮保
有点要报上100万啊。当然，这价值不是干那100万啊，每一个人的祖先，每一门墓拢是珍贵的。针对南山公墓的迁墓争议，计划目前暂停。文资处表示，第一阶段的文资调查年底完成，同一个时间嘛启动文资审查的程序。记者陈亚文、赖伟做台南报道。新北市对今日开始连续10天举办艺术节活动，用光影灯火拍伫有历史的建筑物顶头，亲像是教堂、公庙局、博物馆这古迹，光影影水当当。美丽光影投射伫有85年历史的新竹公庙局，配合音乐，展现出无同款的古迹气氛。佮用动画故事，让民众了解古迹过去的历史。光线搭配音效，其实蛮震撼的。然后其实看到中间真的会起鸡皮疙瘩。我们希望就观者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动画，能够了解到早期的电影的一个文化。那在这个当中，我们也邀请了绘师。那以前有那个电影的手绘绘师，那特别为我们这个地方再重新做创作。100组艺术团队甲志工用1年时间设计准备，在新北市9座古迹建筑物。用光影连接音乐，讲台湾甲新竹的故事，让大家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一座前公卖局的一座建筑物，所以让科技跟古迹在这个地方做一次比较不一样的结合。艺术节活动对2日开始到10月底，下午6点开始演出，用现代科技甲历史古迹重新呈现在民众面头前。记者周君和新竹报道。有名剧团悠人新歌最近音乐表演合作影像推出新的作品，带乡亲咱嘛来感受山林的力量。透过萨奇莱雅祭司的请神仪式，结合歌声甲表演，悠人新歌推出新作品《建构以来》。这嘛是悠人创团30几年来头家用翕相的方式，创办人刘立武担任总导演，而且伫几出戏参展引线，演出现代人的角色，让观众感受甲天地对话的祈福仪式，进入自然甲神的世界。那看这样的一个影像的时候呢，它是一个连贯性的，仿佛我们是身在剧场，在看一个表演的感觉一样。疫情的关系。表演艺术团体多了另外一个创作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这两者都会并行。觉得长镜头一镜到底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某一种影像跟剧场之间稍微靠剧场，我们是一个不间断的看见一个过程。因为疫情，艺术表演形态改变，悠人新歌嘛，趁这回甲剧场的模式改伫山顶。这届场景选伫经过少的山壁之间，用一个镜头翕到底的手法，希望伫疫情的影响下，让观众踮厝内嘛通体会看戏的气氛，甲正面的力量。记者陈嘉文、李玉凯台北报道。接下来关心嘉义市的社会处是邀请剧团甲新住民甲因的时势的搬戏，要用表演的方式来认捌多元文化。我的恒河还有日出，也太壮观了吧！13位新住民做伙搬戏，用趣味的故事甲演出，讲出家己的梦想。嘉义市政府为了让新住民体验台湾多元的文化，举办文化培育计划，来自无同国家的新住民透过课程互相认捌。大家对不同的事情，然后会有不同的看法，然后就可以去吸取一些不同的经验，因为也有长辈。去年其实是谈他们来到台湾之后的生活，那我们今年就是谈他们当初的梦想。这是第2届新住民文化培育活动，嘉义市政府嘛邀请在地剧团来指导应用戏剧的方式，展现因生活当中无同的另外一面。我是第一次看到他在舞台上就是这样表演，然后我觉得从中我看到他的一个新的一面。那这一面我觉得是我一直都不知道的，那我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向的了解啦，好，咱透过这边的沟通啊，透过这样的了解，知影因的故事啊，彼此了解家己的内容安尼，系。
戏剧伫咧这内底一个，假是算讲是一个催化剂，也是一个关节的角色。阮剧团指出，伫因计划的时阵嘛，透过新住民也讲因实际分享，认捌一寡东南亚的文化。家己是社会处表示，即摆社会服务甲艺术的合作真成功，希望未来相关的影响会当阁增加，毋但照顾因的生活，嘛丰富因的内心。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北228纪念馆当日举办马新顺诞的画展，画家江一兴用画作甲装置艺术展现228事件当中的悲伤甲遗憾。下跪的人无助的模样边仔有花刺飞过。另一边的画作，人都咧涂骹，目睭刻刻。这作品展现出228事件当中受难者的无奈。内容是接近象征主义的、暗示性的。有一些青年，他大概就是被屠杀之后漂流到海岸边。那我把那样的一个具象，把它留下来，然后表现当时的那个无奈、悲哀。远方有月亮的一点点，剩下一点点的希望。也有这个画地拖内底的装置艺术，江义兴讲，这个作品是为家属整理受难者的房间，发现遗书的故事去发想的。大概是从1985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大概是台湾的那个社会运动刚开始，民主运动刚开始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呢，我们台湾有很多的青年，国民党迁台，那他在那个历史的环境里面，他对台湾人的不了解，然后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差距的屠杀的这个行为。展览为10月22开始到12月12，34件画作、2件装置艺术，伫台北228纪念馆展出。江义兴讲，希望来看展览的民众会使为作品内底得到救赎，嘛要将历史记复掉。记者郭炳条随台北报道。继续传先关心，即马现代教育方式是愈来愈创新。伫屏东的德产国小就设计一套倒仔耍，结合乡土的特色，望囡仔在耍的时，嘛会使认捌故乡的文化。把镜子挺往前哦，对。老师甲学生做伙耍牌，不过这牌仔生甲真特别。这套倒仔耍是屏东德产国小设计教材，让学生囡仔伫耍牌过程当中认捌家乡的文化，毋但结合在地古迹、美食甲特产，这牌仔色水嘛有一寡学问。我们的这个桌游有9个颜色：水牛的灰，然后我们新丁花的红，然后镜字亭砖块的橘，柠檬的绿，然后我们的那个美食。板条的白，学生爱想办法，甲别人的卡片摕掉，才有法度赢。不过摕掉的卡片，若准伫现实当中是互取代古迹，也是文化，会有啥物效果呢？学生会当哪算哪思考文化传承的价值是啥物？我们要先知道大概别人的牌会是什么。桌游玩完之后，我们再进一步跟孩子讨论。当这驿站真的被你剔除消失了，那未来我们的文化，未来看到的是什么？那孩子去从小就学会反思，然后对文化的价值的保留的一个价值感，那这样子才是我们文化印记的传承。学校表示，希望透过这款倒仔耍的教学方式，提升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嘛透过老师的带领，让囡仔会当认捌家己的家乡，思考文化对地方的重要性，重视文化保存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那印加果是真有营养的果子，云林岛南的旧社区最近有加空间、空地会当来利用，民众就甲摕来种印加果，佮和在地其他产业合作，望讲会当促进地方的发展。看即寡云林人毋惊日头晒，骹手真美丽，历史加摒扫也整理盆栽。云林岛南旧社区最近搬到新的空间。因当咧规划讲，要来种一寡物件，结合在地原来的产业，让社区愈来愈有发展。头起先就先对印加果开始。印加果变成是我们社区发展协会的一个产业链然后结合我们在地的花生糖他们已经是1家3代了。印加果又个合作印加土豆、南美油田，主要分布伫秘鲁、巴西等热带气候的地区。即马引来台湾，伫真侪地区拢通成长，
而且好种阁好顾。旧社社区就按算以印加果为主来建造，伫日常当中发挥印加果的特性，也按算开发相关的产业。我们隔壁的那个庭院也要来做一个凉亭造景。我们做凉亭，它有一个构想，就是用印加果，因为它是攀藤的植物，所以它可以攀在凉亭上面，可以让长辈来乘凉。种印加果的成果若好，社区未来也要继续规划无同款的作物来种植。望讲，互地方的产业愈来愈丰富。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来看明仔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有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6度；外岛是16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